喂，好美的一首歌啊！好，真的是每一首歌里面都有一个非常感人、非常感人的故事。刚才我在下面听得非常的感动，每一个字、每一个句子都让我好想要大声的神啊，对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一瞬虽有眼泪，但是耶稣将我挽回。好不好？我们再给上帝一个掌声，也给赵群一个掌声。接下来呢，在我们当中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戏剧。这个戏剧看似很戏剧化，看似很不可思议，但是请相信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在等一下的演出当中呢，这个故事是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，他的亲身经历被改为一个戏剧。那这个戏剧也就是他的见证。那这个见证呢非常特别，他们以音乐还有戏剧的方式来呈现。所以等一下你们在听的所有的音乐，请不要当作它只是一个背景音乐哦，还有非常丰富的意义在里面。所以等一下你们在听的时候，这些音乐都是非常精心挑选的。那请告诉你旁边的人说，拿起你的手机，记得要关震动哦。等一下，在我们的整个戏剧过程当中，我们希望呢，大家都可以非常仔细的、专注的欣赏这出戏剧，因为这出戏剧真的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来安排、来整理这所有的这个整个的过程都是非常的耗时的，所以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好好的欣赏，好不好？那现在我们就来大浪的掌声欢迎我们的真情人生，我们掌声鼓励。这是一段真实经历改编而成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来看阿嘎的过去。哥哥，妹妹，今天我们要去个很漂亮的地方哦。最近会先住在那里几天，所以等一下看到人要叫史院长好。把孩子交给我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。这是他们的心意，就麻烦你了。放心，交给我。就麻烦你了，谢谢你哦，谢谢。快走。你妹妹，饿了吗？我们去吃饭好不好？今天有包子可以吃哦。好。妈妈离开了，哥哥带着妹妹在育幼院生活。许院长和育幼院的环境很好，但不免受到其他院童欺负。你们一起去，都能继续。
走路不会看路啊？新来的走路不会看路啊？有没有眼睛啊？啊？干嘛？干嘛？怎么这么嚣张？嚣张啊！是嚣张吗？嚣张什么？来，如果新来的而已，讲话这么大声。天气这么冷，也要说学长不照顾你，跟你喝点热。哦，这么嚣张，真是吧你？注意一点啊！我没事。快点擦一擦。我没事。我只是刚刚那晚摔跤而已，不要太在意了。可是我想妈妈，妈妈什么时候才回来接我们？你不要说了，等我们睡起来，一切都没事了。可是我真的好想妈妈。好了，你不要哭了，你不要再哭了。我说你不要哭了。你想妈妈，那我们来换一张妈妈。那个妈妈会陪我们直到永远，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。给你吃。谢谢哥哥。就这样过了2年，妈妈将兄妹接回家住。妈妈靠着做辛苦的工作来养活他们。然而住在育幼院的回忆，使得哥哥不断抱怨，认为是妈妈亏欠他的。到了五专，更是对生活不满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的儿子，让他可以回到你的面前。求你帮助他，让他可以顺利从五专毕业。主啊，求你帮助他。这什么烂衣服啊！哥哥，现在几点了？你怎么在这里？还不赶快去上学？上什么课？这烂衣服怎么上课啊？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什么态度？我跟爸爸天天吃好的住好的，在这边我什么都没有。
新同学，跟着你好。我们去结婚上面。走。我不确定你不要来学校，那都是干什么啦？这样子啊？我来学校，他是送外卖的吗？因为我上女中午没有钱，那边是鸡腿便当，我最喜欢的，就不敢拿去啦。学生上要穿成什么样子啊？又让你死在那便当，烦不烦呐？我去工作，当然穿这样啊。好啦，你赶快拿去吃，拿去吃，鸡腿便当，鸡腿便当。别那么搞笑！哥哥怎么这样啊？妈妈辛辛苦苦做的便当，你这样你要吃什么啊？你继续吃啊！哥哥，这孩子是这样。阿嘎不想过这样的生活，于是搬去跟富裕的爸爸住。前1年，阿嘎过着正常上课的日子，但爸爸几乎每天喝酒，阿嘎常去接喝醉的爸爸。不久，阿嘎也沉迷酒醉之中。